好高興我今日可以攞到呢個獎。作為校董，我一向都好支持為學生發展全人教育。校董會更加會設立獎學金，鼓勵學生作多元發展同埋學習，希望佢哋都可以喺自己嘅舞台上發光發亮。個人嘅發展、社會嘅進步，甚至國家嘅繁榮，教育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嘅基石。非常之多謝大會嘉許好多好有愛心嘅校董同埋老師們，非常之有意義。我之前都有用過 AI 幫手嘅，咁覺得點樣啊？我覺得都幾好。如果唔識嗰啲功課，會問 AI。我用爸爸嘅手機嚟問。我試過用 AI，我唔識嘅字就會話俾我聽。AI 可以作為輔導作用，會教小朋友好啲。我哋各科都融入咗啲 AI 嘅活動嘅，咁我哋中文科啦，會有一個 AI 嘅平台啦，咁會教學生咧自我檢測一啲作文㗎，咁英文科都會有啦。咁另外咧，我哋視藝科咧都會善用呢個 AI 平台做一啲圖像設計啊，因為咧而家 AI 平台咧嘅發展咧係大趨勢啦，咁我哋都要教識小朋友裝備自己要有呢個技能嘅，咁所以我哋會喺各科入邊咧都會有呢個教導啦，用AI 可能去做一個double check， 又話 AI 去發展佢嘅興趣。同天氣啊、航天啊有關等等嘅主題，咁我哋都會融入翻佢哋常識科裏邊咧，去帶同學仔去探索相關嘅一啲天文嘅知識嘅。咁所以咧，我哋譬如話，我哋有中秋節嘅時候，都會有一個觀星嘅晚會啦，邀請家長同埋小朋友咧翻嚟去睇下用我哋嘅天文台去觀察下唔同嘅星象啦，都好受家長同埋同學仔歡迎嘅。